今晚馬會將會越洋轉播海外賽事，下半場會係法國嘅賽事，而上半場嘅重點就係德國橡樹大賽。德國橡樹大賽只限3歲黐馬參加，已經舉行到168屆，係其中德國最高獎金嘅賽事之一，亦都係當地其中一場大賽。而168年嘅德國橡樹大賽歷史入邊，都曾經有香港騎師嘅身影。何澤堯就喺24年幫薛寶力策騎呢隻貴婦瑪莉取得第3名。當時佢喺馬會嘅訪問亦分析過呢個馬場嘅特性，一齊聽聽。跟住頭先問過莫亞同幾個騎師喺嗰度跑過咁，個個都話第一個彎係非常之 sharp 嘅一個彎啦，跟住同埋就會落斜同埋上斜咁都幾難跑嘅一條 track 嚟嘅，咁都因為第一個彎其實係馬房彎嚟嘅，咁有啲馬係可能想翻屋企啊，轉唔到彎啊，咁都變咗有啲即係都幾大挑戰性嘅，如果對啲新馬嚟講。而上馬嘅心水就係5號靜夜氣息，2戰2勝，上場都係贏呢個馬場。1號雖然賽績亮麗，但係未跑過呢個馬場，所以搏呢隻5號。